如果我話你知8000人正面打爆40萬大軍，你信唔信？更加離譜嘅係呢個唔係傳說，係正史記載。大家好，歡迎嚟到撐粵語講故事。今日我哋要講嘅係中國戰爭史上最不可思議嘅一場奇蹟——昆陽之戰。呢場仗誇張到乜嘢程度？守城兵力計到盡都唔夠8000、9000人。而對面係新朝王莽集結嘅42萬大軍，仲話係100萬大軍。呢個已經唔係以少勝多咁簡單。呢場仗之後，新朝嘅主力灰飛煙滅，短短2個月，王莽政權就土崩瓦解。而指揮呢場奇蹟嘅係當時年僅29歲、冇乜名氣嘅劉秀。呢場勝利亦成為佢之後開創東漢王朝最耀眼亦最難複製嘅起點。咁問題嚟啦，歷史記載通常只俾我哋一個輝煌嘅結果，而將真實嘅充滿偶然同血腥嘅過程收埋喺簡略文字背後。呢場奇蹟究竟係點發生嘅？要明呢場仗點解非打不可，我哋要先睇下當時嘅天下變成點。公元23年，王莽嘅新朝已經去到懸崖邊，佢嗰套託古改制政策搞到天下大亂，天災不斷，人禍更犀利。冇得生存落去嘅農民由東到西到處起義，其中有2支最勁，一個係湖北嘅綠林軍，一個係山東嘅赤眉軍。劉秀同佢大佬就喺綠林軍入面，為咗有個正統旗號，綠林軍擁立咗一個姓劉嘅宗室，叫做劉元，做皇帝，改元更始，呢個就係更始政權。劉元登基之後，派兵北伐，一路打到昆陽。昆陽係乜嘢地方？佢係南陽盆地東北出口嘅戰略要點，向北可以威脅洛陽，向西可以直搗長安。更始軍佔咗呢度，就好似一把刀頂住咗新朝嘅心臟地帶。王莽坐唔住，佢一定要拔走呢口釘。於是王莽拎出咗佢嘅全副身家，佢任命大司徒王邑、大司空王尋做統帥，從全國各州郡調集咗42萬大軍，仲帶埋話說可以驅趕虎豹西象嘅巨人巨無霸。個名聽落好似演義，但史書真係咁寫，浩浩蕩蕩撲向細細個嘅昆陽城。史書形容呢支軍隊旌旗重重，千里不絕，目的好明確，唔單止要贏，仲要用泰山壓頂之勢，將造反嘅火焰連同更始政權所有嘅信心一次過碾成粉末。而當時昆陽城入面有幾多守軍？9000人。更始軍嘅主力正喺北面圍攻戰略要地縣城。昆陽成為一座被遺忘喺洪水前面嘅孤島。消息傳到昆陽城入面嘅守將心態直接崩潰。大部分人嘅意見好統一，走，分散突圍，走得幾多得幾多。呢場仗根本冇得打。就喺呢一片絕望當中，有一個人企出嚟，話唔得，唔可以走。呢個人就係當時做太常篇將軍嘅劉秀。當時嘅劉秀喺更始政權入面地位唔高，上面有佢個好打得、好有威望嘅大佬劉述壓住，喺綠林係將領之中都唔算核心人物。但佢呢番話展現出超越眾人嘅戰略眼光。劉秀嘅邏輯好清晰，佢話：而家我哋兵少糧少，敵人強大。如果我哋合力抵抗，或者仲有成功嘅可能；如果分散逃走，俾敵軍追上，我哋一瞬間就會被全殲。況且宛城仲未打落，嗰邊嘅兄弟部隊嚟唔切救我哋。昆陽一失守，我哋圍攻宛城嘅部隊腹背受敵，唔使1日，大家全部玩完。今日我哋唔可以同心協力，一齊建功立業，難道要守住老婆仔女同財物，等住俾敵人消滅咩？呢番話講得好難聽，直頭將嗰啲想走嘅人鬧成係淨係顧住自己個家，唔理大局嘅懦夫。
史書記載，其他將領被激怒，大聲喝佢。劉將軍何敢如是？然而就喺呢個尷尬嘅時候，探馬飛報，新朝大軍已經到咗城北，軍陣連綿幾百里，見唔到頭尾。咁樣想走都遲啦。將領們冇晒主意，唯有擰轉頭話：都係請劉將軍諗下辦法啦。你睇，歷史有時就係咁現實。劉秀就係咁樣喺絕境之中被推上咗昆陽守軍嘅臨時指揮席。與其話係眾望所歸，不如話係死馬當活馬醫。大家心入面可能諗，主意係你出嘅，咁你嚟頂啦。劉秀做嘅第一個決定就好大膽，佢唔係要死守，而係要出奇。佢安排王諷、王常等將領率領主力堅守城池，而佢自己只係帶咗13名騎兵，趁夜色掩護，由城南門靜靜雞撩出去。目標係去墟城、定陵等地調集一切可以調到嘅援軍。我哋要喺度停一停，諗下呢個決定有幾瘋狂。城外係42萬敵軍，營壘相連，13個人要穿過呢個天羅地網去搬救兵，成功率微乎其微。但奇蹟嘅第一塊拼圖就喺呢度。王邑、王尋嘅傲慢俾咗劉秀呢個機會。呢位新軍統帥王邑出發前就已經收到嚴令，必須屠城，必須踏平昆陽。所以當佢兵臨城下嗰陣，一位有經驗嘅老將部下嚴柔勸佢：昆陽城細但堅固，唔好打。真正嘅敵人帶頭係圍攻縣城嘅庚子軍主力。我哋應該繞過昆陽，直撲縣城，縣城解圍，昆陽自然投降。呢個其實係好高明嘅圍魏救趙之計，但王邑唔聽，佢得意洋洋咁話：我過去圍剿叛賊，因為冇生擒首領，俾皇上鬧。今日統帥100萬大軍，遇到城池卻繞過去，點展示威力？應該先屠滅呢座城，踏住血前進，前歌後舞，咪幾痛快？於是40幾萬新軍就將所有怒火同精力發洩喺呢座只有幾千人防守嘅細城上面。佢哋圍咗幾十重，列營過百，將昆陽圍到水泄不通。工程兵掘地道、衝車、流車，日夜不停攻城。箭好似落雨咁射入城，城入面嘅守軍連出門口打水都要頂住塊門板，但昆陽竟然奇蹟咁守住咗。守將王諷等人頂唔住壓力，一度請求投降。而王邑嘅回應徹底斷絕咗守軍所有幻想，唔准，佢要嘅就係屠城立威。呢個決定蠢到極點，佢令昆陽守軍明白投降係死，抵抗都係死，咁不如搏命抵抗，或者仲有一線生機。一支冇咗投降權利嘅軍隊，能夠爆發嘅戰鬥力往往係好可怕嘅。呢個就係奇蹟嘅第二塊拼圖。對手嘅愚蠢激發咗守軍絕望嘅勇氣。就喺昆陽軍民苦苦支撐嘅時候，劉秀喺度做緊乜？佢上演咗奇蹟中最關鍵亦最富傳奇色彩嘅一幕。佢成功去到城定陵，收集到一支數量唔多嘅援軍，大概3000人左右。帶住呢3000人，佢返到昆陽戰場，面對40幾萬敵軍，3000援軍杯水車薪。劉秀知道硬拼係死路一條，佢必須再次出奇。佢親自率領1000幾步兵同騎兵組成嘅前鋒，喺離新軍大營4-5里嘅地方列陣。新軍見到援兵人少，完全冇放喺眼內，淨係派咗幾千人出嚟迎戰。呢個時候，劉秀身先士卒，單人匹馬衝向敵陣，反覆衝殺，連斬幾十個敵兵。佢擰轉頭對睇到呆咗嘅部下嗌：見到未？敵人不過係咁，大家跟我衝！主將搏命，部下士氣大振。呢支援軍小部隊竟然一舉打潰咗呢支幾千人嘅新軍前鋒，斬首近1000級，首戰小勝，極大咁鼓舞咗士氣。劉秀再接再厲，繼續推進，
又連戰連勝。佢叫人向昆陽城入面送信，假稱縣城嘅援軍更似軍主力已經到咗，又特登整疊封信俾新軍執到。呢個消息喺心理上俾咗新軍沉重一擊。圍城多日，本身已經疲憊，細細支援軍作戰又咁勇猛。如果更似軍主力真係到咗，新軍上下開始瀰漫起不安嘅情緒，而昆陽城內嘅守軍聽到呢個消息就係氣餈，士氣暴漲，決定性嘅時刻到咗。劉秀揀選咗3000名最精銳嘅敢死者，由城西水道直撲新軍嘅中軍大營。佢準確咁感到敵人嘅指揮中樞，而呢個時候，統帥王邑同王尋依然沉浸喺傲慢之中。佢哋下令各營冇命令，唔准擅自出動。然後佢哋親自率領咗1萬幾人嘅衛隊出營嚟迎戰劉秀嘅3000人。於是戰場上出現咗戲劇性嘅一幕。劉秀嘅3000敢死隊喺局部戰場上對上新軍1萬幾人嘅中軍，而新軍其他營裏嘅幾十萬大軍，因為命令都喺原地睇戲，戰場變成咗一個以多打少嘅局部，同一個多數圍觀少數決戰嘅詭異整體。呢場決戰打到天昏地暗，就喺兩軍廝殺到最緊要關頭。史書記載：天象突變，大白日，狂風驟起，電閃雷鳴，屋瓦亂飛，暴雨如注，河水暴漲。新軍陣營入面嗰啲攞嚟壯聲勢嘅虎豹猛獸，被嚇到四處亂竄，天崩地裂嘅景象，加上中軍被突擊嘅恐慌，徹底摧毀咗新軍嘅組織。呢支幾十萬人嘅大軍崩潰咗，士兵爭相逃命，互相踐踏，啱啱撞正河水暴漲，浸死嘅人數以萬計，屍體塞住河道。王尋喺亂軍中被殺，王邑騎住快馬，踩住部下嘅屍體渡河，狼狽逃返洛陽。昆陽城內嘅守軍亦都鼓噪而出，內外夾攻，新朝傾盡國力組織嘅42萬大軍就係咁喺昆陽城下煙消雲散。王莽政權最後嘅脊樑被徹底打斷。仗打完，我哋嚟盤下呢場奇蹟究竟係點發生嘅。首先，我哋必須承認史書係劉秀嘅子孫後代叫人修嘅。《後漢書》對昆陽之戰嘅記載，無疑充滿對開國皇帝嘅神化。劉秀嘅個人勇武，算無遺策，肯定被放大同聚焦咗。但就算係咁，我哋剔除啲太過玄幻嘅細節，例如隕石，仍然可以創到一個相對合理嘅邏輯鏈條。呢場仗嘅真相可能更接近於劉秀憑住超凡嘅膽略，完成咗一系列高風險嘅極限操作：13騎突圍、3000人反攻、敢死隊直撲中軍，將戰局拖入咗僵持同混亂。而對手王邑就用一連串嘅分招，拒絕繞城，拒絕受降，命令各營不得妄動，將自己嘅數量優勢消解殆盡，並將大軍置於一個極度脆弱嘅狀態。最後，一場不期而至嘅極端天氣充當咗催化劑同放大器，引爆咗新軍內部積累已久嘅所有混亂、恐懼同指揮癱瘓，導致總崩潰。佢唔係簡單嘅2000破42萬，而係一個環環緊扣嘅鏈條。守軍死守加主將突擊加對手犯錯加天氣助力，等於總崩潰新軍嘅失敗。唔係被面對面打敗嘅，更多係自行潰散嘅。我哋讀史，尤其讀呢種傳奇之戰，好容易陷入英雄史觀或者天命史觀。一係覺得係劉秀呢個天選之人太厲害，一係覺得係王莽氣數已盡太倒霉。呢兩種睇法都簡化咗歷史嘅複雜性。新軍嘅崩潰深層次原因在於王莽政權嘅整體性失敗。呢支大軍係從各地強徵拼湊返嚟，士氣本就低落，對王莽政權缺乏認同。
統帥王邑係個關係戶，並非韓信嗰種名將。咁樣嘅軍隊人數越多，管理漏洞越大，崩潰嘅風險反而越高。佢就好似一個外強中乾嘅巨人，劉秀只係啟導咗佢嘅死穴，輕輕一挫。我哋冇辦法完全還原嗰個遙遠嘅下晝喺雷雨、鮮血、吶喊同繪圖之中發生嘅所有細節。我哋淨係知道，從嗰日起，一個叫劉秀嘅後生仔真正登上咗歷史舞台嘅中心，而一個試圖用復古理想改造世界嘅王朝，無可挽回咁滑向咗滅亡嘅深淵。好啦，關於昆陽呢場奇蹟之戰，我哋就講到呢度。歷史嘅魅力就在於佢總係可以超出我哋嘅想像。我呢啲解讀都只係喺故紙堆上面嘅一啲個人遐想，希望可以為你提供一啲唔同嘅視角。如果你有更多諗法，歡迎點讚、留言、訂閱、分享。